小朋友，大家好！来3年级的小朋友，大家好哦。今天呢，我们要教的是闽南语的第9句“进无步，退无路”是进退两难的意思哦。来，做伙念看嘛，进无步。退无路，这个退就是往后嘛，对不对？那台语是退退哦，不是退哦，不，这个字要念清楚啦哈。退无路，来，小朋友跟着一起念一下，退无路。退无路，这个无没有的意思哈，也要这个念清楚一下哈。来，做伙念，进无步，退无路，来，搁念一届，进无步。退无路，来，搁一届哦，进无步，退无路。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是进退两难了哈，最后关键的意思哦。打仗我们有时候就会怎样，进退两难了哈。那个时候呢，前面呢有这个敌军攻过来，然后呢后面呢敌军又跑到后面来包围，这个很危险就是进无步，退无路，搁一届进无步，退无路。小朋友，你爱甲这句记起来哦。你有记起来无？家己讲一届看卖。无路。好，念完第9句之后呢，我们要来复习，从第1句到第9句。小朋友记得第1句是什么吗？来，大家做伙念，大家一起念哦。开始，老的挂菜家有心，校长兼讲经，家长鸟大，3年一轮，好歹叫人有一好。无两好，成果巴肚，食果不足，船过水无痕，明好难对交群，进无步，退无路。第9句呢，可能有的小朋友会忘记所以我们再念一次哦。进无步，退无路。小朋友自己在家你咧厝里爱家己念看卖，看会晓这句无？进退两难，最后关键的意思哦。进无步，退无路。这句都是第9句我们谜语10句的第9句。那今天呢，我们的闽南语的护照就教到这里那请小朋友要记得一定要会念看完这个影片之后呢，请你自己念念看，如果忘记了可以再看这个影片一次哦。今仔日咱的课程就到这为止哦，再会。